今日又係微微煮食時間，今次自煮涼拌雞絲粉皮，有粉皮1包，有醬料，有雞絲，雞絲用少少鹽醃，煲適量水，放下雞絲，煮一陣，關火。關火取起一件雞絲，認為雞絲見白便熟了。有芝麻，預備煲多些水，煲滾水，放下粉皮，滾3分鐘。水將就滾時，預備冰水，可放些冰於冰水中，令水更涼快一些。盛起粉皮，盛乾水一定要。放粉皮於碟底，撒上醬料，放上雞絲，再撒上芝麻，這個涼拌雞絲粉皮便完成了，都幾好味㗎。有興趣不妨試下，天時熱食都幾好㗎，涼涼地，希望大家喜歡啦。